新嘅金融創新點樣去衝擊呢個傳統銀行嘅融資，或者係帶嚟一啲嘅咩嘅機遇嗱？以前咧銀行咧去做一啲嘅融資嘅話咧，其實佢基本上咧就係睇你嘅財務報表，睇下你個銀行嗰個嘅現金流大概係點樣，而去分析咧係呢個健唔健康，然之後咧去借錢俾你嘅。但係呢個金融科技能夠帶俾我哋啲咩衝擊咧？就係話佢哋而家可以係唔需要睇你嘅財務報表，因為佢可以喺呢個網絡上邊攞晒你後台所有嘅數據嗱，例如你嘅倉存啦、你嘅應收帳能力啦、你每一個月嘅退貨率啦，我而家講緊啲喺Amazon嘅客，咁所有嘅嘢咧，其實佢哋已經可以 API 對接晒你後台所有嘅數據，咁呢一啲數據佢哋相信係真實過你嘅財務報表，真實過你嘅銀行流水嘅。然之後佢可以根據呢一啲嘢咧，去批一個相對嚟講係較為大嘅額度俾你。我一個客咧就係咁樣啦，佢係做亞馬遜國內老闆，香港公司銀行嗰度咧乜嘢都冇乜點問我，淨係問咗我攞一樣嘢啫，就係攞咗呢個亞馬遜店鋪嘅 ID。check 完之後個禮拜就出咗52萬美金嘅額度俾佢，咁樣係咪可以加快咗呢個審批準則？其實銀行亦都嚟講咧，相對嘅風險咧唔高。對於客嚟講咧，佢亦都能夠攞到一筆新嘅資金，可以繼續滾大嗰盤生意。金融創新係咪能夠三贏呢？